继续来看，台积电顶礼拜传出像是供货和华为，去互美国商务部调查。根据路透社上新的报道指出，中国华为的人工智慧处理器去互发现使用台积电的电晶片。台积电是随停止供货，互中国晶片的开发商瑞能科技公司。同一个时间，嘛有通报美国甲台湾政府。根据了解，这间瑞能科技公司甲台积电买的晶片。甲华为处理器内底晶片是同款的，因为台积电目前是也无对外回应。为了要阻止特定客户将台积电生产的晶片流入去华为的手内，台积电伫最近除了向美国甲台湾两边的政府通报，也切断对每一间客户的出货。但是美国政府甲台积电拢也无对外回应。但是有美国科技媒体指出，这间和台积电切断供货公司就是中国的晶片开发商盛能科技。往上可能会查股东的资金来源，往下会查客户。甚至是终端应用的方向，所以往上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有好几层的白手套，然后往下的话，晶片可能也会出现多次的转售，然后再回到华为的手中。路透社报道，半导体研究机构伫最近拆解华为升腾910B 处理器，发现内面的晶片就是台积电的7奈米制程晶片，而且这个晶片又搁加盛能科技。向台积电落单的晶片同款，其实早伫去年6月，美国商务部就已经派科技出口管制官来台湾的 AIT， 为确保台湾的科技业者供应商未违反华府的规定。Overseas, conduct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end-use checks at companies to make sure that items are not being diverted to places and end uses and end users that shouldn't have access to those items. 而目前，台美正伫咧展开详细调查，台积电进前北讲，全力遵守所有适用规定甲法规，强调自2020年9月中以来，无搁再供货予华为。美国应该会改变方法，针对每一个客户增加审查的力道，也就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客户是谁。但是这样做其实还是很难防堵，只是增加了这个审查的时间。根据台湾的官员讲法，台积电是发现供货予这间客户的晶片用伫咧华为的产品了，决定停止供货。伫未来，美国政府要如何改变防止的方法，引起科技业界高度的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